中华高中对3年前开始举办人权过系列活动，唔有电影展览，嘛有讲座。今年佮特别邀请剧团来学校搬台语出，到合作暗岛，望用多元的方式来推动人权教育。上好拢莫听到，莫听到拢唔知，安尼这是一个好百姓，才会当平安过日子。 改编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台语戏出《暗岛》，今年上尾站伫中华高中举办公益演出。故事主角是一位失去记忆的家友，要找找过去的家己，才发现一段台湾追求自由民主的故事。大家反应都做热烈的，而且呢，到戏的最后流目屎的啦，啊，个感动的来观众做侪，这是阮进前嘛料想袂到的。即摆较侪少年朋友吼，真甘心，因会当用因新的角度探讨，吼，咱规个台湾历史的过程。 这出暗岛的公益演出是中华高中人权月的系列活动之一。除了邀请社区民众做伙来看戏，嘛予学生囡仔参与演出，来感受台湾争取人权平等的过程。之前人们在追求民主自觉的时候呢，套用在现在的话，就是我们在我们学校的学生自治这方面呢，我们都在努力的去争取更完善的自治体系。我读到足侪较早台湾28事件，啊，还有迫害人权的一个社会问题，去了解较早的历史，啊嘛深思未来爱安怎做，才能保障咱的人权。人权教育是咱当代重大的议题，提供各个机会，互伊去接触伊的更加来重视，要来关怀这个土地。 学校表示，因为3年前开始举办人权月的系列活动，办过册展、影展、讲座侪方式，互学生接触性别、司法、劳工这人权议题。学校今年特别邀请剧团来演出，望用多元的方式来推动人权教育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